好多人咧都會有一個諗法啦，就係希望可以努力啲做嘢，早日達至財務自由，提早退休啊。不過呢一代嘅年輕人啦，諗法同以前都有啲唔一樣喎。佢哋依家咧就流行一樣叫做微退休 （micro retirement） 嘅嘢啊。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乜嘢係微退休，同埋咧同大家分析一下微退休到底有啲咩好處同埋壞處啊。喺傳統意義上面啦，退休咧就係當我哋啦工作咗一段長時間啦，有一定嘅年資，有足夠嘅儲備去應付之後嘅開支啦，就可以退休去享下清福啦。不過咧根據 New York Post 佢哋又講到啊，依家嘅年輕人啦就流行微退休，就係指啦工作咗一段時間之後啦就離職啦，去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無論係放假休息下、去旅行啊，又或者讀書咁啊，咁等享受完呢一種退休生活之後啦，再翻去職場上面喎。呢種概念其實都有啲似歐美地方經常都會聽到嘅 gap year 啊，就係指啦學生會休學一段時間去體驗唔同嘅嘢，例如去遊歷下、打工啊、做下義工啊或者遊學咁。通常都係讀完中學之後啦，而喺上大學之前嗰段時間就會 take 一個 gap year 嘅。目的就係希望可以幫助啲年青人啦去到擴闊視野啦，同時間亦都可以俾佢哋多啲了解下自己嘅興趣同埋之後嘅發展方向啦。依家流行嘅微退休啦都有啲似啦，就係大人版嘅 gap year 喎。究竟點解 Z 世代啦佢哋會想微退休呢？甚至乎有啲人喺幾年裏面已經微退休超過10次啦，到底有啲咩咁吸引呢？根據 Fox News 指出啦，有別於過往嘅觀念啊，Z 世代認為追求升職加薪係會令到人筋疲力盡，與其係咁嘅話，就不如活在當下啦。即使係喺 Google 裏面做緊啲好高人工嘅工作都好啦，都可以話辭就辭之後就去唔同嘅地方嗰度遊歷啦。咁至於下一份工到底可唔可以有 Google 咁好嘅待遇咧？佢哋一於都係小理，到時先再算噃。至於 Forbes 亦都有報道過呢個現象噶，佢哋就話啦，Z 世代除咗更加重視生活之外啦，佢哋亦都認知到自己係有可能需要工作到超過70歲噶。咁所以對佢哋嚟講，既然都睇唔到退休呢個終點啦，就不如先微退休咁話。喺英國一個教育機構Practice Aptitude Test 嘅創辦人 Guy Thornton 佢就話啦，微退休將會係一個未來嘅趨勢啊。咁佢話 Z 世代唔會等到退休先至去環遊世界，而係揀喺工作同埋工作之間安排一啲休息嘅時間啦。咁因為比起升職佢哋更加重視心靈嘅健康同埋有意義嘅經歷啊。加上社交媒體都加速傳播咗呢個概念啦，令到年輕人覺得應該要把握自己仲有體力嘅年紀啦，好好咁去探索下呢個世界，同埋追求一啲自己熱愛嘅事物啦。仲有由於依家科技發展啦，加上疫情之後啦，遙距工作變得普及咗啊，咁所以令到年輕人都冇咁驚啦，就話完咗假期之後揾唔到工作咁話。聽完微退休呢個新趨勢啦，同埋依家嘅年輕人點解會咁諗之後啦，跟住就同大家分析下微退休到底有啲咩好處同埋壞處啊。先講下好處先啦。首先好處應該就唔需要多講啦，咁就係可以及時行樂啊，多咗好多時間去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無論係去旅行又好啊，又或者發展一下自己嘅一啲興趣咁啊。一般嘅打工仔啦，一個星期都只係得2日假㗎啫嘛，放假休息下，或者係約下朋友啊，或者係處理下一啲個人嘅事務啦，咁個假期就已經完咗噶啦，好難有一啲長時間去完成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啊。所以可以放一個長假期微退休，聽落的確非常之吸引噶。不過要及時享樂，喺微退休嘅背後有啲咩代價呢？首先就係好難可以長時間累積工作經驗啦。好多工作都係需要長時間去到累積經驗噶。假如係做2-3個月就走啦，好難累積到經驗，更何況係講升職加薪呢？所以如果係不斷微退休咁話呢，結果就可能只係做嚟做去都係一啲人工唔高嘅散工啦。第二就係難以累積財富啊。呢種嘅工作模式基本上就類似月光族噶。搵幾個月嘅錢就去玩完啦，使晒啲錢之後就翻去做嘢啊嘛。咁樣係累積唔到財富噶。可能有啲人都會話啦，微退休就係唔諗累積財富呢一樣嘢，因為反正都覺得自己係要做嘢做到70歲啊嘛。不過大家就好可能係高估咗自己係70歲時候嘅賺錢能力啊。大家要思考一樣嘢就係去到你真係70歲嘅時候，可以揾到嘅工作比年輕嘅時候係更加少選擇噶。呢一個係一個好殘酷嘅現實嚟噶。咁當你去到年紀有翻咁上下嘅時候其實好多公司都唔願意去請噶。就算
自己願意咧去降低個人工都好啦。好多時候公司嘅選擇咧都寧願咧請一個啱啱畢業嘅年輕人噶噃。第三就會影響到你自己嘅 resume 同埋之後揾工嘅 prospect 啦。嗱，好似頭先舉嘅例子啊，嗱，如果3年就未退休10次嘅話，咁計落咧，即係每份工咧最多只係做到2個月。嗱，到你再揾下一份工嘅時候啦，好多僱主見到一個咁嘅 resume 咧，都會覺得你好 jumpy 啊，嗱，覺得咧請呢個人翻嚟啦，做2個月就會走啦，就會覺得咧呢個人咧一定係有啲問題啊。咁所以做僱主嘅咧係好難會有信心噶，因為咧請一個人啊都係需要時間去熟習嗰個工作環境啦。嗱，2-3個月咧基本上係基本嚟嘅。嗱，未熟習啲嘢咧就已經走咗去嘅話咧，好難會俾到啲咩重任啦俾嗰個人去做噶噃。加上咧市況咧係可以轉變得好快噶，未退休之後啦，再翻去職場啦，好可能咧已經變得好難揾工噶啦。再加上啦，當你離開咗自己工作崗位之後啦，好快咧就已經會有人 fill up 咗你個位置啦。當你未退休再翻嚟之後咧，其實已經唔會有翻嗰份工作喺度噶啦。嗱，一份好工啦係可遇不可求噶。嗱，如果做到一份工啦，各樣都唔錯嘅話咧，咁就咁放棄咗，其實係好可惜噶。嗱，下一份工咧係未必會有咁理想噶。嗱，講咗咁多未退休嘅壞處啦，到底係咪好反對呢一樣嘢咧？咁又唔係嘅，因為我覺得咧，人喺唔同嘅階段咧係有唔同嘅需要噶。嗱，其實未退休咧都有啲似我哋所講嘅裸辭啊。嗱，相信有唔少人咧都試過啦，喺某一份工作做嘢咧會做到好失意啦，好迷茫嗰陣啦，未揾到下一份工咧，都決定啦裸辭休息下先。嗱，呢個時候咧休息下啦，都可以令你咧諗清楚究竟自己下一步嘅工作走向係想點啊。嗱，我覺得呢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咧，如果想未退休嘅話咧，我覺得有幾樣嘢咧應該要注意嘅。嗱，第一樣嘢咧就應該要俾一個期限自己啦。例如咧，可能做咗10年嘢啦，希望可以休息翻1年咁啦，而唔係休息好幾年啦。因為如果你休息得太耐，等咗幾年先至再翻出嚟做嘢嘅時候啦，成個工作嘅 market 咧，其實係真係會唔同咗好多，係好難會再揾工噶。嗱，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啦，你以前識嘅嘢咧已經有啲過時啦，可能咧又要由從低做起咁樣啊。咁所以越等得耐啦，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有啲人裸辭啦，原本咧諗住唞幾個月啦，點知唞咗幾年都有噶噃。嗱，第二樣嘢咧就係唔好太過頻密啦，就唔好將未退休啦變成一個習慣咁啊。嗱，好似咧頭先講啦一個比較極端嘅例子啦，就係咧3年裏面已經未退休咗10次啊。嗱，其實咧不斷未退休咧係真係會好影響到你個 resume 啦，以至之後揾工嘅一個 prospect 噶。咁所以一個人啦，如果咧整個工作嘅生涯裏面啦，我覺得可以未退休幾次嘅，而唔係幾十次咁咯。第三咧都係要視乎翻自己嘅經濟能力啦。嗱，唔係個個咧都有條件咁做噶。咁如果有啲人咧，其實咧屋企咧冇乜經濟負擔嘅，當然隨時未退休都可以啦，甚至乎完全退休都可以添。咁但係未必咧個個都可以咁做，都要視乎翻自己嘅能力而定啊。第四就係應該好好規劃你嘅未退休生活啦。嗱，如果你係決定未退休嘅話咧，例如好似休息半年咁啦，都應該要好好規劃一下呢半年嘅時間點樣運用啊。因為半年嘅時間咧，其實都可以過得好快噶。如果冇好好規劃嘅話咧，可以半年裏面都冇乜完成過，日日 hea 咗喺屋企都得噶嘛。咁所以就應該要好好規劃一下啦。例如啦，想進修一啲嘢啊，或者去遊歷下咁，避免浪費咗個時間啦。咁要令呢個休假咧係有目標啦，過得有意義先至啱噶。咁到之後啦，再去見下一份工嘅時候啦，都可以講翻咧，究竟咧你喺呢段休息嘅期間裏面啦，究竟做咗啲咩去增值自己啊？嗱，以上咧就係我對未退休嘅睇法啦。唔知大家又點睇咧？大家又會唔會好想試下未退休咧？都歡迎可以喺留言區嗰度話俾我聽啊！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類型嘅影片，就記得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 仲有撳埋隔籬嘅鐘仔，咁下次有新片咧就會即刻通知你噶啦。我哋下條片見咯噃，拜拜。